佢點解唔結婚啊？佢冇想結婚咯。佢唔想結婚。係啊，咁你有冇結婚啊？我啊，我結婚啫噃。咁點解你又想結婚啊？我條，你講嘢收你靚都問啲。我點解結婚？我問你啫，你唔使講得咁明白，你真係。我怕你冇識啊，我點解唔識啊？我三張幾嘢我唔識。我就怕你冇識。我咪教火佬，今年幾歲阿叔我係75， ？75歲咁正經㗎？係喎。你75歲咁精神嘅喂？係啊，真係啊？真唔真啊？我睇下。哦，係喎。係唔係啊？咁你結過幾次婚啊？我有幾次喎？有幾次啊？有3、4次。係咪真？真㗎，頭則又冇愛，二則又冇啱，三則又冇啱，幾識嘅噃。第一次係幾歲？第一次30歲，咁遲㗎？冇遲。第二次咧？第二次32歲，調翻轉頭啊兩年就離咗婚啦？係啊，點解啊？佢走咗，佢走咗啊？係佢可能覺得你份人唔正經走咗。就係冇正經咯。咁第三次結婚又係幾時啊？第二次35咯，又係過多2、3年啦？係啊，冇整得啊，冇整得，冇整得乜嘢啊？下邊啦。這個節目有點辣眼睛啊！嚟，同你握個手啦。最簡單一個問題啊，答完咗之後俾個紅包俾你，好冇？真係㗎，嚟咯喎！世界上偷乜嘢係唔犯法嘅？偷乜嘢唔犯法？即係村口嗰個翠花同埋村尾嗰個老王，三更半夜成日去個村頭嗰度田嗰度偷乜嘢啊？兩個人靜雞雞。偷乜嘢我又唔諗啦。一男一女成日三更半夜靜雞雞喺個橋頭嗰度，喺個樹頭下邊，兩個人偷食啊！梗係偷食啊！冇俾父母知啊！你有冇偷過？偷過。OK，現在我給大家上個福利廣告時間。今天到手是6隻大的，5隻小的，39塊9到手11隻，睇到爛啊老細！牙膏呢，作為家家戶戶必備的一個生活用品，一家人的話都消耗是非常大的。外面超市賣的也挺貴，這大品牌的值得信賴哦。如果呢是牙黃冚冚的，口氣大的，愛喝奶茶、愛喝咖啡的，你們就拍個2單，囤起來放在家裡面，因為這個就是生活的一個消耗品來的。你翻去啦，多謝俾個媽，即係依家冇離婚係嘛？依家冇離婚。俾個老婆，哦，你唔好落格喎。冇啊，祝你哋兩個大肚小流，唔好再離婚啦。冇75歲啦，依家冇嚟啦，冇人溝噶啦，真係噶啦，有人溝都唔敢咯。都係呢個老婆好係嘛？係，好，翻去記得錫啖佢嚇。得啦，好翻到拜拜食佢。